爱我们的父神，感谢你，谢谢你的带领，从2023的第一天到2023的最后一天，每一天都看见你的恩典，也看见你的保守与带领。或许在这一年当中，我们每一个人所经历的不同，但我们唯一相信的就是你在每一天当中，你引导着我们，与我们同行。主啊，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在接下来新的一年，不论有什么样的境况、什么样的事情摆放在面前，都求你继续引领我们，因为你是我们的大牧者，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引导的方向。也求你赐福在今天早晨的敬拜当中，透过你的话语，我们再次得着激励，得着鼓励。将以下时间交托仰望、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将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个人的祷告，叫雅比斯的祷告。可能对这个在教会里面，或者是你对信仰比较认识的人，你可能都有听过这个祷告。短短的2节的经文，但这个祷告却充分的让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人对上帝的恳切的一个祈求，以及对他生命当中的一个渴望。期盼透过今天这样的经文，虽然只有短短的2节，也让我们可以有新的一些新的思考，也特别帮助我们新的一年，愿这样的祷告也成为我们的祷告。在每一年即将要结束的时候，特别在台湾都会有许多的媒体，会去调查在每一年当中所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那用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呢，去找出在台湾每年的代表字，以及台湾的一些关键字。如果你有在注意这些，刚好看到这些新闻的话，在过去的几年，在2020年，我们看见在媒体所选出来的关键的代表字叫做"疫情"的"疫"，这个我们应该很有感，因为我们也才刚从疫情的这样的威胁当中渐渐的脱离。2021年那一年选出了一个字叫做"宅"，因为大家都不能出门，对吧？大家都只能关在家里，所以那一年选出了一个字叫做"宅"。但去年2022年选出一个字叫做"涨"，因为国际有战争、物价的波动、国内的一些民生用品的一些调整，所以对去年来讲，选出来的字叫做"涨"。今年在前几个礼拜，也选出了2023年台湾的代表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新闻？有人有看到这个新闻吗？好，今年呢选出了一个字，叫做"缺"。今年选出了"缺"这个字。那新闻媒体就分析呢，为什么是"缺"这个字啊？有人说今年有缺蛋、缺水、缺电啊，缺了很多东西。但后面这个提名的人，或者是这些媒体们，他们也讨论出归纳一件事情，说台湾人也很缺乏一件事情，叫做缺乏安全感。说在过去的这一年，因为国际的非常多的震荡，国内的一些事件，导致许多台湾的人民、许多的百姓缺乏了安全感，对很多事情好像没有办法可以自己的掌握。昨天晚上，我跟这个提摩太牧区的这些青年们，我们也一起回顾了今年一整年在台湾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也为这些事情来祷告。而我们发觉一件事情是，确实在2023年，台湾有开心庆祝的事情，比如说今年在台湾有举办这个。台湾有选手去参加那个杭州亚运的时候，得到非常好的成绩，这很值得开心。然后在台湾有棒球比赛，造成这个全台湾很多人有一个轰动，很热闹。但是我们看见更多的台湾的社会，或者是在这个国家当中，是有很多令人觉得很伤心难过的事情。特别在前几天，在刚过这个礼拜一，我们看到在新北市就发生了一个国中生，然后砍杀另外一个国中生的新闻。所以确实，你在这个世界，在我们的国家当中，你会发觉有很多的缺憾，甚至有很多的缺乏，不是物质条件上的，而是在心灵条件上的缺。但对你来讲，你觉得今年你的年度的代表字会是什么？每个人你可能的年度代表字都不一样。什么样的字可以代表你今年所经过的、所经历到的？我不知道你会写下什么样的字，但是你也可以好好的去思想，好好的去想。特别在今年的最后一天，再次的想，对，一年要过去了，好快。但在这一年当中，哪一个字最能代表我？甚至也可以去想，在这一年当中，在
信仰的道路当中，哪一个字最能代表我跟上帝一起经历的一个代表的字？而我想在每一年当中，我们的国家或是一些社群媒体，他们会票选一些代表的字，或者是一些比较关键的字。而对我们个人来讲，最能代表我们自己的呢，就是我们自己的名字。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像我叫瑞平，我的弟弟叫瑞安。慈宝老师就我妈妈，她说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就希望我们可以平安的在上帝的保护当中长大。所以我猜，如果我有第3跟第4个弟弟妹妹，可能就是喜乐啊，平安喜乐。OK。所以每一个人的名字可能都有特别的意义啊，每一个人都有你自己专属的名字，都有他赋予的代表的事情在背后。在台湾每年他们都会统计，就是每一个世代，然后每一个年纪，他们最多的名字哦，在台湾最多名字被取的叫做嘉豪跟淑芬哈，全台有大概6万多人取这个名字啊。好，但我相信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姐妹，你的名字都有特殊的意义，都有你的父母或者是你家中的长辈给你一个特别的意义，希望你可以在这个名字当中，在他们所期待当中，活出一个不一样人生的价值。但我们今天看的这个人，他很特别，他的名字他叫亚比斯。但这个亚比斯呢，他的名字却叫做痛苦。他名字叫痛苦啊，或者是他的名字叫做愁苦。所以你可以想象，他小时候可能他旁边的玩伴、他的朋友、他的家人，看着他，可能他的小名可能就叫阿寇啊，阿寇啊，阿寇啊，阿寇啊哥来啊，他就叫痛苦嘛。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哈？通常我们一个孩子出生，一定会有期待，一定会想要帮他取一个得到祝福的名字，或是一个有一个象征性的意义的名字。但我们从刚刚的经文，我们有发觉到，一开始我们有读到，他说他的母亲取名叫亚比斯，很大的意思是因为生他的时候非常的痛苦，生他的时候非常的痛苦，所以他的妈妈于是就叫他叫亚比斯。那这个亚比斯呢，他的名字从一出生他就被赋予一个价值，赋予一个意义，它代表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痛苦，就是愁苦。你想一个孩子，他从小时候一出生，然后他旁边人就一直要说啊，你是阿寇啊，阿寇啊，你是痛苦的，你是很愁苦的。你对一个人来讲，特别如果他还是孩子的时候，他的内心当中一定在想啊，那我一定就是个很痛苦的人啊，我的人生可能就是这样啊，我就是一个这么样的一个人。但是我们今天看见这个亚比斯，他虽然名字被叫做是痛苦，被人所赋予他的意义叫做你是个痛苦的人，但是他却做了一个很特别的祷告，让他的生命有一个不一样的转变。当我们看见的圣经在说他的名字叫痛苦之前，有留下了一句话，圣经说亚比斯呢比他的众弟兄更加的尊贵。所以你发觉，虽然他名字叫痛苦，他的名字是愁苦。但是圣经却描述他是一个比他家中的人更加受到敬重，而且是在上帝眼中看为更尊贵的人。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个名叫痛苦的人，他可能一辈子，他就想啊，我就是这么痛苦的，我的名字就是这样。但圣经却描述他说他是一个有价值，而且他是一个非常尊贵、受人尊重的人。发生了什么事？他做了一个祷告，做了一个他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祷告。他向神祈求，让他从一个痛苦、从一个愁苦当中，重新找到生命当中的意义，重新找到一个尊贵而且是得到上帝祝福的祷告。他了解到，他的生命唯有一件事情，就是单单的仰望上帝。虽然他的名字是痛苦，虽然他的经历可能不是这么好，虽然他过去的人生当中，他有很多的愁苦劳烦，但是他做了一个祷告，他跟上帝说：“神，求你赐福于我。”所以，他是一个很敬畏上帝的人，他愿意祷告，愿意寻求。我们等一下在礼拜的后半段，我们也会听到一个有关于祷告的见证，特别我们教会也在推行中祷告的事工。我想，祷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不仅是对我们自己，也对于每一个人。亚比斯也是，他发觉他生命的不足，发觉他生命当中的限制，于是他向神做了一个祷告。他明白这是让他生命可以继续向前非常重要的动力。所以在这个2023要结束，迈向2024的时候，我们一起透过这个亚比斯的祷告，我们也再一次给我们提醒，也给我们一些新的鼓励。
第一个，亚比斯的祷告让我们看见的事情，他深信上帝的祝福跟应许。亚比斯的祷告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个非常相信上帝祝福跟上帝应许的一个人。亚比斯一开始跟上帝祷告一件事情，他说：“神啊，求你大大的赐福于我。”亚比斯跟上帝祷告说：“神，求你大大的赐福于我，甚愿你赐福于我。”亚比斯他做一件事情，虽然他的名字如此，虽然他过去经历的可能不是这么的好，但他跟上帝说：“神，我不是依靠别人的能力。”我不是依靠别人的帮助，只有我知道你是生命的源头，只有我知道你可以来带领我的生命走在一个正确的方向，继续的前行。我们要知道，上帝他原本的心意是要祝福每一个人的。上帝的心意，他原本是要祝福每一个人的。当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上帝说他看着创造的一切都看为甚好。上帝在透过先知耶利米的29章11节，他还说什么？耶和华说：“给向你们所赐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末后有指望。你们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你发现上帝一开始给每一个人的心意是祝福人的。上帝每一个人最终的心意，他是带下祝福的，让我们走在一个蒙福的道路当中。我说亚比斯他名字叫阿寇啊，痛苦。但上帝让他知道，当他向神求说：“神，求你赐福于我”的时候，上帝让他再一次的知道，他的祝福、他的应许是真实而且是实在的。而领受祝福这件事情，我每个人都想要祝福，我每个人都想要拥有，不想要有这么痛苦或者是这么糟糕的事情。我们当然可以有祝福啊，但是领受了这一些，不是只有自己享受，不是自己拥有就够了。重要的不是只有自己拥有、自己享受就够了，先得着祝福，更重要的是也要学习去祝福别人。今天的经文没有读到的是亚比斯，如果你去读经文，在历代志，亚比斯在他的家中还接待了一群的文士，在他的家里面接待了，但他却乐意的分享在他生命当中的祝福给别人。所以拥有祝福、领受到这样的祝福，跟神求，没错，神赐福于你。但领受祝福不在于只有享受在自己身上，先蒙福，但是你要学习更多的去祝福别人。蒙福真正的目的，最终目的就是为让别人可以得着从神而来的福气。我想，当我们祝福其他人的时候，当我们学习分享的时候，其他人也会再继续用我们的祝福，继续去祝福分享给周遭的人。当我们愿意把这样的分享、把这样的祝福、把这样的消息跟别人分享，我相信别人听见了这样的好的事情，也会继续的分享。当我们祝福别人时，上帝也继续的赐福我们，也使我们的生命可以有这样源源不绝的能力，源源不绝的分享，把上帝的祝福传递下去。所以在旧约圣经当中的故事，亚伯拉罕，当亚伯拉罕上帝呼召亚伯拉罕要离开他原本住的地方，离开他的本族父家，到一个新的地方去。亚伯拉罕去了，上帝说：“我要让你成为一个大国，成为一个大族。”但是上帝说：“我赐福给你，你的名为大。”但是上帝也告诉亚伯拉罕一件事情：你要叫别人得福。所以亚比斯他跟上帝祷告说：“上帝，我相信你的祝福跟应许赐福给我，但是更重要得着上帝的福气。在新的一年，我们会向神，我也是向神求：神啊，求你赐福于我，神啊，求你祝福我。”但祝福更重要的目的，不是只有赐福，不是得应许，更重要的是也让别人同样得着这样的福气。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分享是亚比斯的祷告当中，他提到他跟上帝说：“神，求你让我拥有生命当中的意向，让我拥有生命当中的目标。”亚比斯不是说：“神让我就有赐福于我，安内的赫啊，我拥有很多的赫啊。”神让我继续有一个目标，生命的目标，生命的意向。亚比斯跟上帝祷告说：“神，求你扩张我的境界。”你看现在中文译本他会如此翻译，他说：“给我许许多多的土地。”当你看到这样的经文，你可能觉得哇，亚比斯在求什么？他在求，感觉他要求很多的钱，他感觉要求很多他的地位，感觉他要求很多他可以拥有的财富。所以他跟上帝说：“啊，上帝扩张我的境界，让我很多的土地，所以我可以拥有很多不同的事物，然后我可以让自己更加的满足。”但并不是。亚比斯那个年代，我们要了解他在说的扩张境界。他说：“神给我一个扩张我的境界，让我一个新的目标，不是指事业越大，不是钱赚的很多，影响力越大，地位越高，
而是那是要面对一个生命的征战，要面对一个生命当中很大的挑战。怎么说？当时亚比斯他的时代，我们看亚比斯前后一直在讲整个以色列他们的家族、他们的家谱的历史，在差不多以斯拉的亚比斯的前后，大概那些年代当中，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要开始面对一件事情。虽然上帝说：“我给你们一个很棒的应许之地，我给你们一个目标，就是你们要进到迦南地。”但是当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不是那个迦南地就凭空就出现在他们眼前，他们必须要去跟当地的迦南的当地人去征战，要去跟他们去拿到他们的土地，拿到他们的资源，才有办法达到最后上帝要让他们进去的那个应许之地。所以当时亚比斯说一个祷告说：“神扩张我的境界，给我许多的土地，不是为了他自己的产业，不是为了他自己说哇可以得了很丰盛，不，他有一个更大的目标跟意向是在背后的。上帝祝福他们，给他们看见有一个应许之地，但是在那个得着应许，在那个要迈向目标的时候，必须要面对生命当中很大的征战。亚比斯的祷告虽然最重要的目的是成就上帝的旨意。当他跟上帝说：“神扩张我的境界，神让我有一个新的眼界，神让我有一个新的目标，神让我看见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在我生命成就的时候，那也意味着要学习走出自己一个舒适圈，那是一种征战，但那个也意味着是一种生命的勇敢。而且这个勇敢是有上帝与你同在，与你一起征战的勇敢。”不是凭着自己的血气，不是凭着自己的能力，不是凭着自己的才能，而是有上帝与你同在，一起征战那样子的勇敢。所以当亚比斯跟神说：“神扩张我的境界，扩张境界的最终目的，也是要完成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特别的心意。”新的一年即将也要开始，2024年，不知道上帝在你心中有没有摆放一个心，不断的被扩张，生命当中不断的成长，被挑战，有新的目标跟意向。也都是要看见，也是要经历上帝的同在，上帝的美好。所以在以赛亚书54章2到3节，也说到很重要，要扩张自己的境界。但是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习俗，或者是他们一个特别的文化、特别的观念。他们认为家，认为他们自己原本的地方，认为那个就是一个非常安全、有保障的地方。但是对他们来讲，他们觉得家也是一个很像牢狱，让人家觉得是约束、痛苦，没有办法前进，没有办法继续往前的地方。所以犹太人他们有一个观念，他们认为家里的窗户如果关起来，就好像在关在监牢里面；但是如果把窗户打开，就可以看到窗外的一切，就是世界不一样的面貌。亚比斯向神祷告说：“神扩张我的境界，如同他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跟神说：神，这虽然我原本在很安全的地界。”但我要为了要看见更美好、更大的事情，在新的一年，你要成就在每个人生命当中的事情，神让我可以勇敢的走出去。所以以赛亚书我刚刚提到，以赛亚书54章2到3节，以赛亚也如此说，他说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要张大你的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向左向右展开，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所以你了解，不是这个向左向右开展，不是只有土地，不是只有金钱物质的丰盛，更重要是在这些背后看见上帝要带领我们去的地方，在那个背后跟上帝一起征战，跟上帝一起勇敢的前进。而接下来亚比斯也做了一个祷告，他寻求上帝的同行，他也寻求上帝的保护。亚比斯继续祷告，他寻求上帝与他同行，寻求上帝的保护。亚比斯向神祷告说：愿你常常与我同在。亚比斯跟神祷告说：愿你常与我同在。当你看希伯来原文圣经的时候，他会写说：愿上帝的手臂与我同在。哇，很有画面。你可以想象亚比斯在祷告什么？生命当中，上帝给他一个目标，他跟神说：让我可以扩展，让我可以有新的尝试、新的看见、新的突破。但是他知道生命可能不断扩展，但是也可能容易失去方向。当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目标，我们很多事情同时要进行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让我们失了脚步，可能会让我们不清楚我们现在真的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所以亚比斯跟神祷告说：神，求你常常与我同在，求你的手牵着我，求你大能的臂膀帮助我，让我知道你要我前去的方向是什么。求你保护我，求你在
每一个我所走的路径当中，在我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与我同行，与我同在，成为我最大的保障。所以在撒母耳记下22章33节，经文也如此说：这位上帝是我巩固的避难所，他使我的道路安全。上帝是我巩固的避难所，他使我的道路安全。所以亚比斯做了一个祷告，神扩张，但扩张的同时，你也让我不失去脚步。扩张的同时，你仍然引导我，你仍然保护我，因为你才是那个真实安全的道路，引导我走在一个正确的方向。接着亚比斯又做了一个祷告，他说：“神啊，求你让我可以了解我的生命当中的软弱，让我可以了解到我生命当中的限制是什么。”亚比斯他做一个祷告，求神让他可以也知道自己的软弱，知道自己的限制。亚比斯向神祷告说：“保佑我不遭患难，也不受艰苦。”亚比斯向神祷告说：“保佑不遭患难，也不受艰苦。”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情是，只要你还有呼吸的时候，只要你在人生的道路，我们不落入这样的试探，不落入到这样的软弱当中。亚比斯向神祷告，神让我不遭患难，也不受艰苦。意思并不是说就无病无痛，没有任何的苦难，没有任何的遭害，不是。而是在遇见困难的时候，反而是可以求神帮助，让我们不在这样的试探跟这样的困难软弱当中跌倒。而其实，在亚比斯的做这个祷告，还有另外更重要的意思，是与他的名字有相当大的关系。一开始我们说到亚比斯，他的名字叫做痛苦，或叫做愁苦。在这段经文原文，它有另外一个意思，与他的名字有关。亚比斯在跟上帝祷告什么？神，求你让我不要成为别人的痛苦。他在跟上帝祷告说：“神，求你让我不要成为别人的痛苦。”还记得亚比斯出生的时候，为什么他妈妈给他命名这个命名吗？因为他妈妈说生他的时候很痛苦。所以亚比斯说：“神，求你帮助我，让我的生命是成为一个可以祝福分享给别人的，而不是让别人产生痛苦的，不是让别人产生重担的，不是对别人产生压迫的。让我的生命虽然叫做痛苦，我的生命虽然有困苦愁烦，但神，求你帮助我，让我是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而不是让我成为困苦、让别人痛苦的那个人。”在我们刚刚一开始礼拜前的主导文当中，主耶稣教导他也说到，他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主耶稣也教导我们的祷告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也让我们在我们的软弱、在我们的限制当中，也再次看见，确实我们并不是这么样的靠自己的能力就可以完成很多事，我们还是很多的限制，我们是人。我们有很多的软弱，我们还是有很多的缺点，我们还是有很多需要去改变、去突破的地方。但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诱惑当中，也致使我们的生命变成去压迫使别人变痛苦的人。让我们的生命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向神祷说：“神，让我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祝福的出口。”所以亚比斯的祷告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亚比斯的祷告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想对亚比斯来讲，虽然他做了那个祷告，但是他的名字还是一直跟着他。做完这个祷告，他的名字就改变了，他还是叫亚比斯。他的环境可能没有改变，旁边人看着他还是说：“这个叫痛苦的人来了，那个阿寇又来了。”旁边人还是叫他亚比斯，亚比斯，亚比斯，他名字还是没有变。他的环境可能没有变，他生命当中遇到的困苦愁烦可能还是有，还是存在。亚比斯的祷告也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虽然那个环境可能不会马上的改变。那个环境可能不会马上180度的翻转，但是他向上帝依靠，这样子的心境是可以马上改变的。他对上帝的信靠，对上帝这样子的信心，他是马上转变的。他做了一个祷告：“神，求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
环境或许没有改变，但它像神的心境改变了。不知道2023年一开始问大家你的代表字是什么？不知道在这年当中你所经历到的事情是什么？或许有人觉得你这是一个很喜乐的一年，很突破、很成长、很多学习的一年。或许对某些人来讲，你觉得今年是一个很困难重重，有很多挑战，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在发生。但不要忘记，环境会不断的改变，环境会不断的去调整，有很多新的事情不断的产生在我们面前。但唯一能改变的是我们对上帝的心，唯一能改变的是我们对转向上帝的那个心。所以在诗篇90篇12节，也是我们整个在12月我们所背诵的金句。这段的经文也告诉我们：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一天一天过，一年一年过，时间就这样很快很快的流逝掉了。但在每天的一天一点一滴经过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再一次的去好好的数算自己的日子？有没有好好的去看见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有没有这样好好的来到上帝面前向神恳求？让我们再一次得着智慧的心，让我们再一次也发觉生命当是什么。一开始我问大家，你觉得今年的代表字是什么东西？每个你心中可能有你自己的一个答案，你可能有自己的一个想象，就是今年我自己的代表字是什么？但我要让你每个弟兄姐妹来想想看，那你觉得明年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代表字？虽然明年还没有开始，但你期盼你心中的祷告是什么？希望明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年？向神来祷告，向神来恳求，愿神带领前面的脚步，在明年你期望所代表所发生的事情当中，愿神来掌权做主。最后我用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神学家奥古斯丁，他所分享过的一句话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他说：将我们的过去、生命的过去、年岁的过去，都放在上帝的怜悯之下，但把我们的现在放在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恩典当中，但把我们的未来、不确定的未来，即将新到的2024新的一年，放在上帝的供应当中。过去已经过去了，没有办法回头，但就求上帝怜悯，求上帝恩待我们。现在进行式，每天新的一天也都会是现在进行式，但在现在活在当下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放在上帝的慈爱恩典当中。未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新的2024年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放在上帝的供应里面，相信这位供应的神、丰盛的神会带领我们。台湾今年代表字叫做缺，但既然人看见的缺，就代表一定会去寻找让缺得着富足、得着满足的方式。我想，身为一个基督徒，在这个缺字当中，让我们得着丰盛、得着满足，最棒的就是我们拥有耶稣基督本身。愿新的一年，上帝祝福我们，也透过这样的亚比斯的祷告，再一次激励我们、鼓励我们，不断与上帝同行，不断与上帝经历奇妙又新的事情。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带领，